欢迎乡亲继续收看《华视台语新闻杂志》。宜兰的海岸线有100多公里长，除了有渔船、甲渔港，还有大大小小溪流、甲渔湾啊，有真丰富的水资源甲水产。宜兰有不少在地人，就是运用这特色来打造出特殊的地方创新的模式，让人、地、甲产三大面向互相来串联。唔那吸引到大批的观光人潮，促进地方的发展，嘛鼓舞到不少宜兰的少年人回乡来就业。到底这地方的创新是安怎来打造青年的回乡努力？咱就做伙来看发生伫个宜兰的故事。看过平原上一片水光闪耀、大大小小的渔湾啊，袂输是基盘同款。这是宜兰县的五结乡。即马大部分的渔湾啊，拢无鱼啊、无虾啊，抑阁有新的价单。宜兰曾经是北台湾的养殖重镇，全盛时期有将近1000公顷的养殖面积，却因为水产疾病加上时代变迁，造成了许多废弃渔温。不过现在民宿业者开始活化废弃渔温，推出休闲体验，不仅可以在渔温旁边钓鱼，还可以享受划船的乐趣。好，我们出发吧。游客穿救生衣，伫占地3层坪渔湾内面各船啊开港，不再运作的拍水机，见证了勇士业的兴败。即马更加变成特色风景，宜兰县勇士池目前有一半放伫遐用，唔那歹看嘛浪费土地资源。今年国发会画出地方创新元年的口号，希望讲借由活化渔湾啊，变成改变地方的新亮点。摆荡的方式哈，然后把它晃过去，用钟摆的方式有没有？晃过去有没有？这样就出去了，对，它就可以靠近，对，它就，然后等待鱼的上钩。你上，上花了过使伫边仔边钓鱼，渔湾内面有真侪面俗头家为河口钓上来鱼啊。包括一般的乌鱼、台湾鲷、沙白鱼，也有石斑、草虾，甚至红鲟、刺龟等等。若是要进一步体验渔乡生活，头家阁有无公开行程。开船过来这一条就是东山河，它前面这一条这里就跟南洋溪还有宜兰河3条河，然后汇集出海。这个网子对我来讲有一个渊源，就是小时候啊，长辈就是靠这个网子要养一家活口，就是靠这个在吃饭的，所以我多少有学到一些小技巧。用船啊载游客到出海口示范传统的掠鱼。49岁林春新，较早是汽车玻璃师傅，10年前规家伙啊，转去故乡宜兰，完成伊的民俗梦，嘛趁甲游客互动的机会，传达环境教育。以前早期我们海里面的鱼啊很多那个时候大海的捕鱼技术没有那么好，所以很多都会进来这个河口，在这边觅食啊，在这边栖息，所以鱼都集中在这里。好抓啊！现在因为大海已经捕捞过度，相对没有那个鱼那么多，可以让它就是说进来这里。再试试看，开，对，哇，这岛啊鱼拢超大，这个豆仔鱼还汤啊，好嘞，哦，这种水，这种海底这个应该是从大海里面刚进来的。3条溪合流的出海口，形成冲积平原，培养出特殊的生态环境。若吸引这鸟来这里讨食，寒天过出产满意在。宜兰民宿很多，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方面做一个区隔，就是有养殖一些我们这边河口抓到的一些生态的鱼种啊，让它很多元化。虾啦、螃蟹啦，什么鱼种，我们可以给客人体验到说那个种类的多样化也算是一个蛮特殊的一个活动啦。阮宜兰的这个海湾有足侪鱼啊，你规日边流来到这个海湾，海湾内底就敢咱一个面汤啊，会去底调的。入到观光工厂精神上课，老师是工厂头家简大新，3代拢做渔业超过半世纪，为掠鱼到加工，即马更加将水产的加工厂转型，予游客不再干那是买物件尔，透过详细解说，更加深入了解在地产业特性。放2滴油就可以了，只要慢火，它最初油很多。你就是那个等锅子干了之后放一点油，对，然后小火搁下去，然后再慢慢的切。对，刚好是呀，然后油解说好，因为包括说什么抓那个文仔鱼啊，这个因为
搞不懂啊，怎么做啊，对不对？对，还长知识了。对。因为你会了解当地的食材，那他们的捕捞经过，你就知道说那个好食材真的是很难。那我们一直讲说重质不重量，你希望花一个好一点的价格买到你安心的食材。跳脱传统的小型加工厂，如今更重视食品安全和品质控管，整个加工区都是经过国际认证。更好的时阵，咱搁挑选各用精剪机过，嘿，拄啊，咱有过精剪机，那嘛是同款挑选那个垃圾、铁线呐，还有那个不能吃的东西。加工厂海产拢是来自宜兰附近的海域，早期为气候发展，即嘛是国际食品 HACCP 认证的加工厂。那品管冷冻设备拢已经现代化，利用最先进的冷链技术，保存上较新鲜的宜兰海味。这间工厂已经甲以早迄个小小的一间加工厂，伊的使命已经无共款啊。这间工厂除了生产好的物件以外，伊还阁结合当地的社区，互咱的共同这个产业来提升。每一个不同的业者，他们可以经营的条件，我们就把它做一个产业的一个分类，变成一个产业地图。消费者他们可以来宜兰，这些业者他们有机会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舞台。然后可以让消费者去跟他们接触。水产甲养殖渔稳的特色，形成宜兰独有的地方创新模式。除了山地小旅行的生态主动，体验场域消费者会使直接买鱼仔的直售所，另外还有就班养殖的解说教授，甲游客家己做料理的行动厨房，强调在地食材煮食的实在餐厅，以及渔业专家故事馆7大方向，集合在地社会能量。采访这日天，这是壮围乡高康仔采收的日子。这路工固伫抽打机养殖池，真细致将一网凯高康甲挖出来。壮围较早是宜兰水产养殖面积上大的乡镇。2001年，高康产量达到高峰，接近2500吨，产值超过20亿。当时台湾阁未称作高康王国，想不到2002年就这和国产的高康差不多拢死了，未少养殖池拢爬远去。当时我到宜兰最兴盛的时候，宜兰像我们这养殖场，我这不算大，算中等的，大概呢有50几家。那全台湾的产值，台湾鲍鱼产值大概有33亿，到现在剩不到1/10。这个厂子你要放弃掉是很可惜。然后刚好儿子也说我年纪大了，他想回来。其实，在国外待久。那我觉得台湾还是最好的。那第二个就是家里面的长辈，年纪也大了，我才会决定说，回来台湾。那自己本身就是在从事水产养殖，然后回来家里面做，我相信应该是1+1大于2。捌被宣判死刑的台湾高康产业，多年后起死回生，39岁社政组，2018年5月份将必留的头颅撕掉，等于故乡跟老爸社中明，学高康甲鲍鱼养殖的技术。跟阿姨他们一起配合是比较困难，然后但是这方面管理方面学到是蛮多的。就跟爸爸身上学。所以老师那个儿子学的怎么样？我不敢说学的怎样，我希望以后他能教我。最终的目的。别较用心打造无同款的高康王国，注入地方创新精神，尤其甲消费者的距离。养殖池不再封闭，颠倒是利用空间活化，将仓库改装变成有故事馆功能的直销所。外墙嘛采为做推广教育。大陆他们主要养的喂食的是海带，所以你就看到绿色的特别多，就是大部分就是80%就是大陆养的。其实，在硬体上面80%以上都没有变，那只是我们的对象变了，我们心态变了。我们以前都是自己只顾好自己的生产，但是我们现在我觉得地方村镇还有另外一个赋予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要把我们的好告诉大家，把这个整个观念，有点算是食鱼教育。那把这个产品介绍给大家，那我相信未来慢慢的也会好的产品会让大家接受。你们自己养的鱼吗？对，半海水，对，就是在旁边的那个鱼尾对，但是吃起来口感不错，它很细嫩啦。然后我们也不给它饲料吃，
就是一般的虾壳、虾头，还有剩菜剩饭。这间伫壮围甲打客交界餐厅，毋但强调低限度的调味料理，规道的美食水产差不多拢是宜兰的，除了有家己饲的鱼啊，也有代客白鱼等等。外面工作的时候，就看到说，其实在为什么我们不能把当地的食材拿来做很好的发挥，然后慢慢的去了解这边的一些有什么产品，然后有石斑、白虾这一类的，然后就找了我们当地的渔民跟我们配合，他只要养得好，我们都跟他收购，不论价格的高低，我们都跟他收购这样子，然后把这些养殖的产品、养殖的水产品拿回来做一些这样子料理。这是我们今天用宜兰农友他们自己种的那个地瓜跟红萝卜做的，然后你也可以搭在里面，就是增加香气。1、2、3，地方创新促进产业发展，加速青年返乡的意愿，嘛吸引更较侪外地青年。34岁黄朱启甲因翁来自台中，因为嘉义庄凯生活，决定伫壮围落地生根，设计课程会尤其亲身做美食料理。因为我们自己本身也是曾经做过那个3年的友善耕种的小农，所以我们觉得说在这样的过程以农来创业，其实还算是一个还蛮值得去做的一件事情。这样子，不管是从米食的这件事情，还是说食材体验，然后食材旅行的这个角度去做出发，我觉得都有还蛮多可能性的。主要提倡的是把体验经济导入到所谓的产地。做产地小旅行，好，所以我们希望他们可以就是一点点的钱慢慢的收，那甚至可以自己开始有所谓的直售，有所谓的这样栽培的能力，那就不会说在产季的时候一次量产，然后被所谓的盘商，然后让他们失去了议价的能力。这是我们希望在对地方来讲一个算是建立地方一个信心跟他们能力的一个部分。因应少子化、高龄化，增加人口外流的严重危机，台湾由日本提出地方创新的战略，2019年正式启动。不过，要找对的所在做对的代志，政府甲民间又搁应该安怎对话，形成执行上的一大挑战。以地方原有能够已经在做的，只是讲没有人力，没有去推广，就是。我看比较弱一点这个区块挹注一些政府的这个资源跟这些专家学者来家做这块辅导。他们没有做一些政策上的一些开放的话，我们目前很多绑手绑脚的事情是不能继续做下去的。就是他如果要管的话，不如不要管，让我们自由发挥。看见台湾的水，听在地声音，才有好地方创新最大的力量，创造当地经济基站。当世界漂流的少年人愿意踏上归乡之路，老化甲稀微的家乡，嘛才有改变甲更新的希望。